各位兄弟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咱将以下的时间分别做成，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的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助。这时，咱来吟圣诗209首，圣诗209首，我捌吞忍，听候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救耶！
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爸爸，阮感谢你。阮伫主日的早起时来到你的面前，阮向你献上阮感恩的祈祷。主啊，你的恩典是真诶遮大。主啊，你的保守是真诶遮宝贝。因为有上帝你的看顾、保守以及恩典，互阮得到满满的平安。主耶稣，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伫主日的清早，阮来到你面前，阮向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主耶稣，阮感谢你。主啊，阮嘛要学罗你，因为你就是好，就是奇妙。因为你有大权能，照着阮一生的愿望甲因带。阮的一世人，阮的所行所做，拢伫你的手中，拢有你美好的旨意甲计划。恳求上帝，你互阮认捌你，互阮会当知你伫阮心上美好的计划。求你帮助看顾阮，赏赐阮智慧。阿爸爸，阮向你发出阮的懊恼。主啊，即时阮来到你面前，阮来认阮的罪。主，阮知，阮时常犯着过失，搁得失着你。独你知，阮会犯罪，阮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阮求你带领你的囝，也就是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过。求你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嘛求你洗清去阮秘密的过失。主，求你帮助看顾阮。阮知人慈的天父，你有怜悯慈悲，你无快快生气，你嘛无久长的责备。求你伫阮的主耶稣基督的疼内面，来接纳阮遐悔改的心。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会当行伫你义的路。主啊，这是阮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上帝，你互阮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有仁慈的心，有疼百姓的心，甲百姓徛做伙，互阮这个世界会当有和平。阮知现今的这个世界充满战争，充满天灾，总是上帝你保守、看顾、引带。求主你的圣神、你的圣手来保守阮、看顾阮。阮知这个世界是你的掌权，求上帝你帮助、看顾阮。主啊，阮嘛为着阮台湾来祈祷，求主你保守、看顾阮这个土地，互阮的人民会当大家团结徛做伙，嘛互阮知，阮为着这个土地大家来拍拼。阮搁较恳求上帝，你互阮的掌权领导者有智慧、有疼心，会当了解、会当明白什么货是人民所需要的。阮嘛恳求上帝，你帮助看顾阮的教会。主啊，你互阮的教会伫即个土地徛起，总是恳求上帝，你引带阮，互阮诚侪社区的光灯，互搁较侪社区的百姓会当来认捌上帝。主，恳求你帮助看顾阮，嘛求主你引带阮教会伫未来的路站，特别是阮建堂的事工，阮需要上帝你的智慧甲引带，特别恳求上帝你看顾帮助阮。主，阮感谢你。主耶稣，我嘛要为着阮教会内面的兄弟，阮因软弱的兄弟因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林素儿姐妹，看顾王正成弟兄，求主看顾吴元惠姐妹、李秀娟姐妹，以及安慰王正玉月姐妹的遗族。恳求上帝你保守看顾，主你知阮逐人的需要。阮有时是经济的欠缺，有时是身体的软弱，嘛有时是心灵顶悬的软弱。恳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引带，
恳求你的圣神，真侪阮生活当中需要的时，阮的帮赞，求主你看顾保守阮，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爸爸，这时愿恳求你的圣神来光照，使阮众兄弟有智慧的心，有聪明的灵，互阮明白今仔日阮牧师所要分享的，嘛特别恳求上帝，你赏赐牧师恩典，和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真侪阮众兄弟的帮赞。主，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这时，阮要用个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落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是58篇，伫圣诗后壁面有，显着咱来交托。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比着咱？伊竟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互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坐伫上帝正平底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夭餓，是散赤，是危险，还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特别台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行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煞，是灵界的统领者，还是权力者，是现今还是将来的，是天顶还是地下的神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声拢会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咱的共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伫罗马书第8章28到30节，我来读。我先来读现代台语汉字吼。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因为上帝有先捌的人，嘛有先决定，互因甲伊的囝的形象相共，通互伊的囝伫侪兄弟中做大囝。
佮以有生决定的人，伊嘛互因警调；以警调的人，伊嘛互因宣判做义人；伊宣判做义人的，伊嘛互因得到荣光。过来是和合本2010版。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他又叫他们得荣耀。愿上帝祝福听咱伊的话过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青少年团体来学老，因今仔日要学老的诗歌是《神的孩子》。感谢青少年真水的歌声吼，啊，拄仔内底歌词嘛足感动的吼。只是咱要请恁牧师来正道，牧师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毋但得救，搁较爱得胜。
各位兄弟平安。感谢青少年堂客今仔日用到神的孩子这条诗歌来带咱来献唱敬拜。今仔日唱的这条诗歌，都甲牧师的讲道都完全符合。所以咱过来唱一遍，请青少年堂客唱较大声咧，互阮来对。咱透过来请那个同工再把它跳回来到，咱来唱一遍看透过这条诗歌检测，咱会通以后伫咱的生活中尤其若拄着艰难的时阵这条诗歌会通成做咱的帮助。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无分昼夜，时时刻努力。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在他身的身上里，他会满意。不要看自己。咱不够默契，我原底本底是要照青少年堂客唱的全曲无要紧，好，这条诗歌期待咱会通成做咱的帮助，互咱伫咧面对着咱真侪挑战，伫咧这个诗歌内面去讲着，虽然咱拄着艰难，也是迄个愁苦忧患拢伫咧伊的手的内面，伊的确要叫万项物拢互相效力，互咱会福杯满溢。这个诗歌拄好会通安尼，拄好去讲起着咱家己，伫咧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当时咱会去拄着的一寡的心声。咱伫咧一只三角伫只组织聚会的目的是甚物？咱毋是要得到财物，乃是要透过咱的组织要来培养性命。检测咱有安尼有迄款安尼的经验，我毋知咱捌安尼拄着无？来，那个回到那个 ，OK， 谢谢。就是咱捌有迄款咱的经验，就是咱伫咧路的捌去拄着迄落有基督徒来甲咱问讲，讲你得救了吗？我毋知你捌拄着无？如果当人安尼甲咱问的时阵，讲你有得救无？我毋知影咱要安怎来，咱迄个时阵咱是安怎来回答？是咱就毋知影讲，我到底我是有得救啊无？有当时有基督徒向问着即句话的时阵，心内向问家己的听，我到底我有得救无？信耶稣毋是干那停留至得救安尼的一个地步，乃是爱阁继续来迈进，来悟着即个德性，会过着迄个德性的人生。咱虽然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迄个性命，但是过去咱比较较无咧注重培养性命，咱只是干那知捌知影，然后咧咱去要求咱家己，甚至要求别人去活出来，结果迄个现象就是咱活袂出来，咱就用装的，用活不出来就用装的，
但是装得很辛苦。所以咱要透过着今仔日咱所分享的这个灰烬得救，乃要得胜这个题目，咱要搁一摆来思考这个问题。咱是只有干那得救，是咱有得到迄个得胜的人生。咱要透过着不断安尼迄个分享，甲着迄个不断伫遐浸泡伫咧迄个属上帝体系安尼迄款的生命，伫咱的看、咱的听、咱的迄个想，甲着咱的讲，甲着咱的行，来去思想上帝的话语，来去看上帝的话语，听上帝的话语，想上帝的话语，佫毋若安尼。伫遐讲上帝的话语了，咱有法度去行出上帝的话语，来改变咱的生命，培养咱的生命，互咱会通真正会通活出一个耶稣基督迄款安尼的生命，安尼的香味，会通成做一个真正的得胜者。因为咱的主伊本身就是得胜。咱搁一摆来安尼读咱今仔日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咱用华语来读。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所知道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他又叫他们得荣耀。伫这个所在，伫咧今仔的经文内面，一开始就讲到迄个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是万事？就是每一件伫咱的人生内面所发生的这个代志。所以，这个万事伊包括啥？有包括着好事，有包括歹事无？有。伊有包括你的成功无？嘛有包括咱的失败。有包括着咱的健康，嘛有包括着咱的这个咱的疾病。有包括着咱的安尼得到，嘛有包括着咱的失去。所有的咱人生的每一件代志，拢是伫咧上帝的即个业理的内面，佫是有伊的迄个美好的旨意。咱来讲歹代志也是主的美好的旨意，因为伫咧即个经文内面讲安怎？讲伊让互咱的，是要互咱来安尼得到利益。所以每一件代志发生，拢是一个机会。只有咱爱选择的，只有干那一项代志，就是爱听上帝，咱就会通来得到利益。迄个目的是要互咱会通伫遐来安尼效法主耶稣的迄个模范。伊伫遐只有选择听上帝，伊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透过即个万行事这个环境，伫咱的内面，就伫遐来塑造咱的生命，来伫遐来塑造咱会通成做亲像主耶稣基督的迄个样相共款。咱哪做安尼，亲像主耶稣的迄款安尼样相，安尼咱就会哪得到哪大的迄个荣光。所以保罗伊甲咱讲一项代志，伊甲咱讲上帝伫咧创世以来就安尼定着，讲要爱咱来效法伊囝儿耶稣基督的样相，搁安那来得到荣光。真侪时阵，咱以为信主只是干那为着会通安尼讲信主得永生，互咱会通免下地狱。互咱会通安尼得到救，但是圣经甲咱讲，上帝毋若是干那爱咱得到救，搁较是爱咱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得胜。咱会通安尼照着咱所信，咱所信照着信主，咱主耶稣，照着咱安尼受洗，咱伫遐顶头先来安尼受称做义，这拢是主白白互咱的恩典。
咱毋免安尼，亲像伫咧古早，也是伫咧真侪遮民间宗教，咱爱做真侪遮个功德，接真侪的遮个好事，咱就伫迄中间会通安尼讲会通进入西天。上帝伊只要伊干那爱咱做一件代志，就是照着信主耶稣伫遐来受洗，来安尼定头生，搁就安尼来得到受称做义。但是迄个定头生只是干那开始，重生只是开始。迄个接下来的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在效法耶稣基督安尼，互伊的性命来伫咱的性命内面来塑造咱，直到咱的性命会通拿来越来越像他。主耶稣伊伫咧启示录内面，伊讲迄个得救的人多，但是安尼得胜的人少。伫咧伊尤其是伫咧即个启示录迄个伊对7个教会内面安怎讲？伊对7间教会拢伫咧伊讲了后，拢讲一句代志，就是安那。讲得胜的人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咱注意看，伊对每一间教会，我今仔只有讲对即个以弗所教会，但是对7间教会所讲的上落尾，拢讲得胜的人主要怎样？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得胜对上帝用得胜是迄个上帝对咱的性命的一种的期待，甲着迄个计划。得胜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那种期望与计划，所以咱通看见，迄个得胜比成功更为重要。世间人看重的是迄个成功，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即个世间内面，会做即个即个俗世即个价值观内面，咱会通看见，伊迄落所爱咱做的就是咱爱成功，咱伫个中间爱成功，爱成功爱安怎？就是爱有钱、有权、有名利、有名声、有地位但是主耶稣伊安怎讲？伊对咱讲，伊讲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咱今仔日咱所要讲的，就是迄个益处，到底伫咱的性命内面，伫上帝眼中，迄个真正、迄个有价值的，毋是迄个世界的迄个成功，乃是伫咧迄个属灵性的迄个得胜，是赢过迄个罪，赢过咱家己，搁赢过即个世界，赢过撒旦伫咱生命内面的迄个作为。哥林多前书第15章57节安尼讲，伊讲感谢上帝，伊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得到胜利。他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伫咧罗马书第8章内面37节嘛讲，伫这一切代志，咱靠咱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存。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得胜，毋是靠着咱家己，是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毋是靠着咱的才调，毋是靠着咱的有任何这个才能，佮这个才能嘛毋是咱原底咱家己的，是上帝所赏赐咱。所以咱会通倚靠的，只有干那倚靠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咱需要去敲揣是安尼，咱要安怎过着一个得胜的人生？这个得胜的秘诀到底是啥物货？第一个就是借着主耶稣来得胜。伫咧加拉太书第2章内面安尼讲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已经伫咧十字架顶为着咱安尼彻底来得到胜利。因为咱的迄个旧的人要甲伊安尼同定死，搁安那会通伫遐甲伊甲主同埋葬，搁落尾手也要甲伊咱的主来同过活。迄个得胜，咱就会通看见迄个规个迄个得胜的迄个基础是啥物货？
迄个得胜的基础，毋是咱的努力，是盖在伫咧咱的上帝的作为。咱今仔日咱看见，咱有啥物款的才调，咱会通做啥物款的代志，若毋是主伊来亲自伫迄个中间，是讲咱若毋是主为咱来固守，就咱就安尼伫遐落落，伫遐拍拼，伫遐所行所做，咱就算讲得到，但是真紧就安尼规伫空空，因为咱的主伊无为咱来固守，咱只有安尼倚靠咱的主，伊为咱固守的时阵，咱所努力的才会通安尼得到徛在。后来咱爱若安尼，毋是干那安尼靠着主来得胜，搁安那咱是照着主来安尼得胜到有存。罗马书第8章内面第28节头，伊讲安那讲万行事互相运作，互爱听上帝的人拢有利益。关键毋是咱拄着什物款的代志，乃是咱到底咱选择什么货。咱的人生的每一件代志，拢是上帝伊互咱的迄个考题。伫咱的中间咱有真侪遮老师咱的会友中间咱讲会通论真讲，有点像是物以类聚所以老师很多就也吸引了很多的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咱的教会会通讲有真侪遮的高级的知识分子伫咱的中间，但是咱伫咧每一件代志，咱所拄着咱的性命，拄着遮的代志的时阵，就较亲像老师对伫学生伫遐咧出题目共款。每一个老师要爱知影讲，即个伊的学生到底伊学习了怎样，拢会安怎？会出一寡题目来，互学生来回答。咱的主伊也伫迄中间，伊诚做迄个出题的老师来看咱安怎回答。咱安尼，上帝伊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出考题，题目是伊出的，但是安怎？迄个答案却是掌握伫咱的手中，看咱要安怎来回答。咱到底咱要选择，咱要听主，要来顺服主，安尼，迄个答案就答对了。是咱要伫迄中间来选择，讲咱要听咱家己，要倚靠咱家己。咱伫遐讲伫咱听上帝，毋是迄个讲嘴皮，咱讲嘴皮讲的安尼那尔。乃是咱伫迄中间，咱需要伫遐来安尼遵行主伊对咱的命令。约翰福音第14章内面讲，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咱生活中有真侪代志，有当时咱会通安尼看起来那亲像是失败的，看起来那就是拄着苦难的，拄着挑战的。但是当咱选择听主，伫迄中间来谦卑顺服主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款安尼安排时阵，才会拢要成做祝福，要成做咱得胜的机会。因为咱的主伊嘛是共款，咱的主伊伫咧即个世间传道理的即个3年的即个期间，伊伫迄个中间用了3年的时间，安尼伊呼召即个学生，有侪人来军队。落尾手敢若剩几个学生，剩12个，佫12个落尾手，当伊受难的时阵，安怎走了？佫一个是甲出卖。伫咱俗世的即个观念来看的时阵，主耶稣伊伫咧即个世间，哪亲像是失败？伊落尾手去用顶十字架啊！伫咱的世间来看就是安尼。但是伫上帝来看，因为伊顺服上帝的旨意，伊伫迄中间成就了迄个救赎的功劳。就上帝将伊原底伊愿意来谦卑屈低家己，上帝就高升伊，互伊会通对世人忠告所以
当咱伫遐面对着遮个失败、遮个苦难的时阵，咱到底咱面对着遮个代志的时阵，咱到底咱是要伫遐来欢喜、来接受、欢喜来伫遐来顺服，咱伫遐欢喜来安尼选择讲，咱犹原要听主咱的上帝，就咱要安尼经验着迄个咱所拄着的即个苦难，也要成做祝福，伊要成做咱得胜的机会。咱会通看见今仔日有真侪遮个基督徒，咱伫咧信主了，有真侪人犹原阁想要挖靠咱家己，来安尼做好，也是讲要行好，也是讲挖靠家己要会通安尼成就一寡什物款的代志。但是咱会通发现一件代志是，咱哪挖靠咱家己，结果就是咱伫所做的代志顶面，结果是哪来哪忝，越来越虚甚至咱想讲要表现甲咱安尼非常安尼的神圣，但是结果咱所活出来的性命，结果却是虚假。因为迄个旧的人永远无法度活出耶稣基督的迄款安尼的款式。所以所以保罗伊清楚伊对咱讲一件代志，就是伊讲安怎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伊伫遐讲起着这件代志的时阵，这个是一个在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转移，或者说生命的移转，移植，生命的移植，是主耶稣的性命转换到咱的性命，是主耶稣的性命甲咱的性命伫迄中间来交换。当咱互耶稣基督安尼伫咱的性命内面活出来时阵，圣神就伫咱的心中伫遐来运行，咱就会通搁较够倚靠圣神，倚靠主来得胜到有剩。安尼，咱要发现就是安尼，咱即个得到迄个得胜的人生的结果是啥物货？就是会通伫咱的性命内面，会通安尼讲得到荣光。罗马书第8章30节安尼讲，上帝他所预定的人他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咱对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迄个得胜的性命的时阵，伊要互咱会通安尼来迄个，毋若是有迄个得胜的人生，搁若迄个得胜的人生，要有侪对上帝来的荣耀来充满伫咱，要互咱伫迄个中间来承受迄个永恒的迄个荣耀。启示录第3章21节去讲起着，讲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咱用想象，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代志。迄个咱会通看见，咱若只有倚靠咱家己的时阵，咱的生命内面有侪的软弱，侪的欠缺，直到咱无法度伫迄中间来有得到迄个得胜的性命。佮主耶稣伊伫遐欢喜来伫遐来屈嫁伊家己。伊伫遐来安尼承担世间人的罪，就伫迄中间安尼，伊伫遐安尼讲受钉死，后来埋葬，落阴府，后来第3日对世人祝福上帝就提升伊到迄个上悬的迄个位置，迄个坐伫咧迄个上帝正边的迄个宝座顶面，迄个宝座的顶面，咱若注意看圣经来讲，迄个原底迄个宝座是啥物人伫遐咧笑想要坐？是撒旦，路西弗，迄个天使长路西弗，伊伫遐伊期待要坐
伊期待要甲上帝会通平等的，但是上帝将伊安那，因为伊高升伊家己，上帝就将伊甲伊拍落去地下。因为迄个上帝的宝座，只有干那是要留互上帝伊的迄个独生囝主耶稣来坐。咱伫迄个中间主耶稣伊互咱有迄款安尼迄个宽平，伫遐讲讲得胜的，我要赐伊伫我的宝座顶，甲我同坐。是上帝原底本底迄个宝座是干那只有咱的主会通坐，因为伊得胜。主伊安尼对咱应允讲，若得胜的人，我嘛要赐伊伫我的宝座顶，甲我同坐。就甲亲像我得胜了呢，我甲我的爸做伙坐伫伊的宝座顶。启示录第21章内面讲起着讲安那，讲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得胜的人，毋是干那伫咧安尼，咱讲。伫咧咱今仔日，咱安尼讲，咱今生去经历上帝的同在甲祝福，乃是要伫咧永恒的迄个国度内面，甲着咱的主同坐宝座。讲啊，而且英文讲要承受迄个基业，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伟业，迄个。承受一些属天的这基业，讲啊，咱做一个得胜的人，咱会通有迄个满满的喜乐。得胜的人生，毋那是无搁再互迄个罪恶以及咱的迄个迄个讲迄个旧的我，迄个老我，甲着即个世界所捆绑，乃是要活伫咧。有满满的对主来的迄个自由、喜乐，甲着平安，来充满伫咱的心中。毋是迄个外面的迄款的顺境，来决定咱内面的迄个平安，乃是咱内面的基督决定咱外面的迄款的反应。有当时咱外面看起来哪像真平顺。但是咱哪会知，一个挑战，一个风雨来，可能咱原底本底迄个平安顺境就无去，就较亲像咱拄过去的即个风台，伫咧台南家己受到真大的即个即个损害，一个台风，一个风台安尼经过，听讲家己迄边遐。毋知台南是家己，电话条仔讲断百几支哦，2000几支哦，真啊假？我敢若会记，我知影我少年的时阵，迄届韦恩台风，来到伊同款是对台湾海峡入来了，对中部弄入去。迄当阵伫咧台中，无毋对，就甲亲像即届共款。电话条断一堆啊！阮咧开车也好，要桥倒摆也好，拢爱沿路响。所以咱今仔日咱到底咱是用着迄个外在的迄个顺境来决定咱内面的平安，是咱是有耶稣基督伫咱的内面，就算讲外面有侪即个风雨，咱犹原有对主来的平安。安尼的人。就算讲伊拄着任何这风险，伊犹原有法度，咱讲坦然面对，或是那种坦然安稳，有一种平静安稳。不然安尼会通对主安尼领受即个得胜的即个人生，安尼咱有啥物？到底安尼有啥物款的出路？咱所徛起即个台湾即个社会，咱充满了侪即个竞争也因为竞争，所以咱有真侪迄款安尼忧虑、焦虑甚至迄个价值观混乱。
咱基督徒时常互即个伫咧即个世界，伫咧即个世俗中间，伫遐做即个咱讲拉扯。咱到底咱伫咧咱的即个俗世、即个世界内面，咱爱有侪的迄个选择。到底咱要选择迄个成功，是要选择对咱的主有满满的忠心？咱到底是要讨上帝的喜悦，是要讨这个人的喜悦，或者说世界的喜欢？所以咱检测咱会通伫咧咱的生活中，会有一寡会操练这检测会通，互咱伫咱过来咱的人生内面，咱会通来遇到即个得胜的人生来迈进。第一个，伫咱的家庭的内面，咱有当时咱伫咱的甲着咱的厝内人有遮个冲突，也是误解，甚至安尼，咱有当时甚至厝的人无一定拢总是信主的人来安尼受到遮个无信主的遮个厝内人对咱的迄个踢笑。咱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咱伫咧面对着遮个状况的时阵，咱毋是伫遐来讲，伫遐来辩输赢。咱伫迄中间，咱用选择，用着听，因为主耶稣伊嘛是用着听，用着了解，用着迄个温柔谦卑来去面对伊所伫咧厝内面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有一位姊妹这是真实的代志。有一个姊妹伊的先生是一个无信主的人。这个姊妹伊非常的虔诚，伊安尼伫咧教会内面参与侪侍奉，伊嘛安尼，只要有啥物款的装备的课程，是有啥物款的迄落安尼学习的机会，伊拢去参加。伊嘛安尼伫教会内面有侪的遮个安尼迄落服侍，但是伊无法度互伊的先生信主，是安怎？伊的先生甲伊讲一项代志，伊讲我看你吼，安尼时常面带愁容我定来看你一个面忧头甲面我一个无你逐工伫遐读圣经祈祷面带愁容我一个无信主的人我逐工也无咧读圣经，也无咧祈祷，结果我安尼满面春风。你叫我要安怎去信主？后来即个姊妹伊看见着伊家己实际上伊的迄个内心的迄款的境况的时阵，伊性命做一个调整改变，落尾手安尼，伊有迄个满满的喜乐伫咧伊的心内，伊所活出迄款性命，落尾手就改变伊的心生，来安尼来到伫教会来接受主。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一个姊妹，同款伊的丈夫无信主，时常抱怨伊伫咧教会内面参加侪遮个聚会但是伊一直期待伊的先生会通信主，伊就安尼用着不断的听伫遐来服侍伊的丈夫，为着伊的丈夫来伫遐祈祷。几年了，即个丈夫伊家己主动行入来教会，因为迄个丈夫进前以早若甲伊的太太来到伫教会，就是载伊的太太来到伫教会安怎，甲放咧，人就走一走但是即个太太，因为伊家己的性命改变，伊为着伊的丈夫，疼伊的丈夫，为着伊的丈夫伫遐祈祷，伊的性命伫迄中间来安尼，互伊的丈夫来得到看见。一个改变，讲我想要信耶稣，伊来到伫教会讲我想要信耶稣，毋免伊太太讲，因为我看见伊的太太安怎活得比伊搁较快乐。咱共款，咱伫咱的职场内面嘛共款，咱伫咧咱的职场内面充满了侪遮个有血甲着刺头。
嘛充满侪遮个咱讲不安尼无公平，也是讲甚至有迄个无道德的迄个压力。做一个德行的基督徒，咱无伫迄中间来随波逐流，乃是咱伫遐来选择、来诚实来面对，用到对主来的迄个公义去面对，搁安尼信靠咱的主，伊的确袂强忍咱。所以有一个兄弟伊伫咧安尼，伊伫咧公司内面安尼，受到伊的即个顶司对伊的压迫有迄个对伊迄种无合理的迄个对待，甚至有当时嘛会剥夺伊的奖金。但是伊伫迄中间，伊伫遐选择忍耐，伊无伫遐来伫遐埋怨，无伫遐来抱怨。伊继续伫咧伊的工作上面，伊的职场上面，伊伫遐来尽忠职守。经过半年了伊的头家看见伊的努力，亲自提拔伊互伊比原底本地的顶司搁较悬的位置。咱伫咧教会内面嘛是共款，伫教会内面咱检测咱有安尼难免有遮个人际关系的摩擦甚至咱伫咧服侍顶面也有侪遮个劳苦着磨。做一个德行的基督徒，咱无伫迄中间来选择退缩，乃是咱伫遐学习，咱伫遐来彼此相听，咱来伫遐来学习主耶稣迄款安尼的迄个款式，就是伊为着门徒来伫遐来洗骹，伫遐来彼此来伫遐来成全。今仔日头仔伫遐小会伫遐来准备圣餐牧师则伫遐来则伫遐甲小会员伫遐来交代。咱伫咧圣餐的时阵咱的遮个小会员来捧着即个饼甲杯去到伫咱的面前来服侍咱。我特别交代因因为咱有5个长老但是咱只有敢若4排所以咱拢有一个长老会小事伫咧座位进前有当时拢会无拄好就顺则分互伊，你知影无？分饼分杯互伊啦。我讲千万不可因为你安尼是剥夺牧师服侍长老的机会牧师共款嘛是爱服侍咱的长老、咱的会友所以长老咧服侍咱的正信徒的时阵，牧师嘛伫遐爱来有迄个模范来服侍咱的正长老，敢毋是安尼？我就伫迄个中间讲后尾检测牧师会通来为了咱的长老来洗骹但是我后壁佫讲一句爱请咱的长老来为着咱的信徒来洗骹所以咱期待后尾咱的长老来甲咱洗骹的时阵，你就好胆将你的骹甲伸出去。咱透过咱伫遐来彼此来服侍，彼此伫主的内面来来学习，彼此相听，来学习主耶稣迄款安尼为着兄弟姊妹的洗骹，为着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成全咱的主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弟兄姊，迄个德行的秘诀，毋是倚靠着咱家己，乃是倚靠咱的主耶稣基督。佮规个迄个整个迄个得胜的关键，毋是伫咧迄个外在环境，乃是伫咱内心到底你要选择什么款？咱到底是要选择倚靠咱家己，高举咱家己，骄傲，是咱要伫迄中间来选择主耶稣的迄款的模样，就是谦卑弃权，来互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咱伫迄中间来听主，咱会听咱的上帝，咱伫遐来选择伫咱的内心内面，咱伫遐安尼，搁一摆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咱无搁再只有干那停留，亲像咱今仔日咱的所分享的即个主题共款，咱无搁再停留伫咧只有干那得救安尼若定。咱需要搁较进一步迈进来向前来跑走。成做一个德行的基督徒，我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德行到有存亲像今仔日咱的经文讲的，会通伫遐得到迄个永远的迄个荣光。启示录第3章21节内面
伊遐讲起就讲安那，伊讲得胜的，我要视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所以咱会通好啊来去亲像今仔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啊，已经启示了对咱所讲起，这是上帝的应允。阁是嘛会通讲是上帝对咱的命令，就是咱毋是干那爱得救，咱是需要买进来去成做一个得胜的迄个基督徒。所以咱会通阁一摆来好好来想周报内面牧师所提的题目，甲即个 PPT 内底的题目无共款吼，这是牧师后来阁定想过，所以我题目无共款吼。咱感觉目前的信仰的，咱的信仰生活，到底咱是干那仅仅得救，还是得胜有余？咱真正需要好好的、诚实的面对，我们真的是有得胜？我们真的是得胜的基督徒吗？还是我们只是仅仅得救？那我们该怎么办？那伫咧咱最近咱的生活中，到底有伫咱的人生内面有偌济这的人生的考卷，是上帝所予咱的，是上帝予咱的挑战。安尼，咱到底咱要选择听上帝、顺服上帝，来成做咱的答案来去面对，是咱犹原要高举咱家己骄傲要照着家己的心意来行。第二，咱是毋是犹原搁伫咧挖靠着咱家己活出咱的信仰？今仔日咱领受上帝的话语了，咱是毋是愿意来完全互基督伫咱的内面来活？咱是毋是愿意伫咱的家庭、咱的职场，还是伫咧教会内面来活出一个有德性的迄款安尼德性见证，来将荣光来归伫咱的主。求主帮助咱，互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着，互咱会通伫过来的日子，咱毋若是只有干那成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乃是咱要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你互阮会通伫你圣神的引带下面，互阮搁一摆来看见阮的性命。主啊，不管阮过去阮的性命怎样，恳求主圣神帮助阮，来光照阮，甚至对阮来讲话，用着你微细的声音来对阮来唤起阮内心内面的这个骄傲自大，互阮欢喜来搁一摆来谦卑屈低，效法主耶稣的模样，来谦卑弃权。互天父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欢喜来选择安尼彼此相听，彼此成全，彼此来洗骹，互阮会通伫面对着阮生命人生的这个考卷挑战的时阵，阮会晓选择听主听人，互阮伫咧面对着阮生命内面这个挑战的时阵，阮欢喜伫阮。互主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活，互阮伫阮的家庭、阮的伫职场顶面，以及伫教会服侍顶面，阮会通真正活出迄个德性的见证甲人生。愿你的神不断来提升阮、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阮会通真正互人看见阮生命的改变，有迄款德性的生命。是会通来影响，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欢喜，也来跟对，欢喜来领受对上帝来的迄个施恩祝福，互阮会通真正领受上帝你伫创世以来就已经所定着、所量互阮的，就是阮所领受的是迄个阿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万人要因为阮来得到祝福迄款安尼的生命。愿你的神不断来安尼催逼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有对主你来满满的平安、喜乐、甲德性的生命人生伫阮的人生中，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的圣名，免。这是咱要来圣餐，请咱来吟圣诗，
圣诗第367首，圣诗第367首，咱坐咧吟就好。伫咧交易厅迄边的兄弟也过来，继续来唱。主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谈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送到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奉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感谢。
主上帝，我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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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若还袂洗礼，请咱毋好领受。若是咱有伫北京教会已经领洗礼，成灵会员的洗礼，咱就会通好，甲咱同齐来领受。如果咱若毋知影圣餐的意义，无洗礼就来领受，安尼咱是吃喝自己的罪。当咱领到饼了，请咱就安静心静默来祈祷。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
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请各位来帮忙。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纪念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请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选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咱要来收杯，请咱继续搁来吟圣诗367首，受主赎回。
这时，请咱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宣示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场表道人来受苦。应是个死，歹作为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设立全能的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十一奉献，因为今仔日是第二礼拜，请咱有备万心的兄弟来十一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
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生命竟然为安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七外人，是假假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5万长长之地。我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请李恩新执事、甲魏庄训执事来书献。这是咱来读温州的金句，吼，伫周报顶悬有。咱先来读台语和字本，吼。咱同齐来读。咱万事拢互相效力，上帝的人，照家己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罗马书第8章，好，咱过来读一摆。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你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罗马书第8章。过来，咱来读和合本吼。来，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再念一次。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罗马书第8章28节。好，过来咱来迎新报告吼。毋知有第一届来甲咱当中的无？无啦吼，但是咱即摆吼分做2堂吼，所以有诶可能国语堂诶吼，大概就较无熟悉啦吼，嘿，啊，毋知有第2堂诶较少来吼，我还是要麻烦一下我们做后面的最后面那个姊妹王正成跟那个。哦，不好意思啊，哎，对，就是你，哎，方便吗？啊，帮我们，哎，还有你旁边左边那个应该是你的父亲吧？哈，哎，好，来，来，王正成校长，王正成校长。哦，王正成校长是不是？哦，王校长哈，啊，王校长好啊，这姊妹怎么称呼？哦，王瑞慈，好，瑞慈，好，我们欢迎，好，欢迎。我看陈长了笑甲足欢喜的，是我讲了毋对话哦。来，有迄个，还佫有第一届，咱较无熟悉有无？哦，其他应该无啦吼，拢有熟悉哦。我们那个最角落那个弟兄，那个阿茂。哦，阿茂。哦，是。就是林勋茂。哦，我们就称呼您是阿茂兄啊。哦。他是玉祥的那个以前的同事。哦，是，好。啊，你可能我目色较无好啦，欢迎。好。好，安尼咱来看周报吼。报告的事项吼，今仔日是11奉献主日吼，咱有举行这个圣礼典吼。礼拜结束了，咱有爱餐吼，今仔日有爱餐吼，这爱餐是迄个咱真侪同工吼，因早就开始准备啊啦吼，其实菜单是更早就准备了吼，所以很用心吼。请咱兄姐啦吼，老婆来参加。过来就是咱本会王正玉叶姐妹哈，就是王丽华姐妹的令词哈，然后在10号早上哈安息主怀，那预定在18号晚上7点半哈，在自宅哈来举行安慰礼拜。那欢迎咱兄姐吼，那咱若时间有方便的吼来参加啦吼，来甲这个互因的委座，搁较济安慰吼。过来就是19日后礼拜，应该算这礼拜拜六啦吼，伫福原的803吼举行入殓告别礼拜，11点火化吼，下晡2点伫樱花陵园吼，要迄个安放礼拜，愿上帝的灵亲自来安慰吼，咱的委座。过来就是下一个主日是缅甸的奉献主日吼。这个唯一牧师吼，会来咱教会正道甲分享，请咱的兄姐为着缅甸的宣教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这个宣教的事工，咱教会有甲支持吼。过来就是下一个主日礼拜结束了，咱伫绿地的所在有举行这个 AED 的急救教育训练课程吼。咱若有要参加的兄姐吼，甲先甲这个适配干事来报名吼，会准备午餐吼。具体消息的部分，第一点就是明仔载吼，伫这个自然教会吼有总会议吼，牧师甲第2长老会去参加，就是这个房长老甲书分长老吼会去参加。过来第2点咱请兄姐来过目。第3点就是8月31日，伫世界教会这个杨嘉玲牧师吼进城退休感恩礼拜吼，愿上帝特别祝福吼。过来就是第4点。9月17到19吼，7星中华妇女事工部有这个灵修关怀之旅啦吼，咱有要参加的妇女吼，欢迎来报名吼。第5点就请兄姐来过目。代祷事项的部分吼，请咱兄姐伫平常时咱每一天的祈祷内面吼，通放伫咱的祈祷，为着咱的兄姐来代祷吼。过来就是咱顶周聚会出席奉献报告的部分。请兄姐来过目，过来就是咱后一周的事项表吼，请咱兄姐吼，咱轮着兄姐咱陪伴心来服侍。过来上尾是咱的过去报告吼，
请咱兄弟来过目，若是有写了毋对的所在吼，再找这个干事来更正吼。以上，毋知无师有补充无？大家平安。咱伫咧即个拜五沿暗吼，伫咧即个丽华姐甲着徐长兄因兜的隔壁啦吼，就是即个李玉小姐的伊的迄个厝吼，咧拄好伫咧小隔壁安尼尔吼，要伫遐来举行即个安慰礼拜，即伫咧中部地区吼，较侪有咧安慰礼拜啦。咱伫咧咱宜兰即边较少，毋过若有需要，其实拢会使来安排吼。玉小姐有当时较侪人毋知影伊是啥物人吼，就是丽华姐的妈妈，阁是丽兰姐的妈妈啦吼，甲着迄个黄章信吼，迄个黄章信长老的丈母啦吼，阁徐长兄的即个丈母，所以因兜总共有6个姐弟吼，总共6姐弟嘛吼，嘿，所以咱若有迄落时间拄合会好势，咱甲哀伤的人同哀伤吼，拜六的时阵要伫咧福源的803厅举行即个入殓告别礼拜，甲着即个毁怀礼拜吼，迄个特别是有去参加即个告别礼拜的兄弟吼，恁若是迄落家属这边遮有准备即个迄个餐吼，若有上好是可能需要登记一下吗？要不然我们在群组里面再来请吼，迄个到时阵咱会伫咧咱教会群组内面，请咱大家人来登记吼。若有要去参加即个日念告别甲火化礼拜的兄弟吼，咱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安尼来登记吼，因为家属真好意吼，有准备迄个午餐吼，所以吼咱伊需要有迄个大概知道一下人数，所以请咱若有要去的人，请咱会记哩去登记。以上。谢谢牧师。这是咱来念圣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说，因此说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平安的上帝，就是要伫永远的约下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免。
切倒闭会。咱等下就煞只要来爱餐吼，请咱的兄弟，咱来安尼移步，咱来到伫中庭的所在，咱要来爱餐，甲着即个7月份的即个庆生吼，